桥。对啊，快快乐乐。嘿，大家的遭众生变身，每个需要搞搞。霞北队招反攻啊！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蔡有欣。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树丹那市省长嘉义县电火条等900支，佮有400多支爱修理新竹大湖15间厝互风台公派。汉光41号演习今仔日第4天，针对中国使船啊对淡水河口攻击咱台湾，落去实战演练。大学入学分科测验第2天，社会组落去考历史、地理、数学1甲公民。台南市省长嘉南地区嘉义这边哦也是真热辣，全县电火条等900支，佮有400多支爱修理，也有伫乡有民众因为厝顶翘起来，这几天呢是伫厝内大宝棚内大，也翻落向厝基登去，起啊是落了，损失是40吨来上计惨重。寒风吹动的电火条倒伫气氛，伫家己热地乡沿路拢看到这种情形。官方统计，这摆风台摧毁全县900支电火条啊，台电抢修到拜五，还有400支还个修理。停电真济日，互当地气氛无法度运转，就惊鱼啊死了。有人发声，爱政府斗相共清分厝遐才在后的废弃物。发生就发生啊！你这火手紧赶处理掉。我知，啊，这我报讨论。啊，对吼。厝倒咧，喷了几当个歹，你嘛是爱加减啊，甲处理一下。厝顶半现全迄状况，四个拢是有地方一对老翁某，规间厝顶被吹走，艰难伫厝内大宝棚困。厝顶拢飞走去啊，规个拢起来啊。就是你内底走房只困安尼啦。好。啊，无要再困。另外，环路乡市真侪农民要靠无目屎。都变了。规涂骹拢是被开的渠啊，规只横四个拢是当土西外树花，农民反叹这是40年来上惨的一摆。农会5股环路乡渠啊，农损7成以上。那台风之后，这2天又非常大的这个豪大雨啊，所以接二连三的摧残。农会协助农友完成在损申报，也透过补给收购等方式来协助，其他县市的民众也来到3港受灾户。主权团体发起清扫受灾居民家园后园的活动，校务已经报名187人，也有不少人家己开车来。从那个台南新营过来的，像嘉义、台南那边都还蛮严重的，对，所以就是想说能够刚好有时间呐。志康为高雄、台南、台中等地来，真侪人拢是休困日来到3港，要替在府中间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也先到北部大湖遮呢，有15户人家厝去互风台讲甲歹，甚至有5户地基已经空去，差不多30多人受到影响。乡公所这边是经派人去现场，甲放弃的所在用帆布先砍掉咧，避免造成危险。一旦看到人家厝下骹经过雨水冲过，地基已经拢放弃，看起来是真危险。来到厝内，皆当看到涂骹出现长长的笔痕，对外口一直到房间拢有。这是新竹县北部乡大湖村连续几日天大雨，造成当地15户拢总30多人安全受到威胁。我早上它一扔掉下去有没有？它那个3只狗就一直叫啦。我说奇怪，怎么狗一直叫？因为它这崩下去，它是房子了。它房子。它一直崩的话，没有弄的话，那房子它崩下去。
香港所接到通报了，赶紧派人到现场，甲绑架所在铺篷布。另外，也进行截水甲引流作业，防止土石继续河水冲去，造成危险。它影响的一个住户大概上面有15户的一个住户。那比较临近的是这三合院大概有6户的这个住户。那我想现阶段我们会要求请县府这边尽快的来协助完成灾后的一个复建。那现阶段我们先把这个裸露的坡面的部分先做一个防护，那避免它再次的一个冲刷。好佳在目前土石流失已经暂时控制，香港所后续也会协助民众向新德县政府争取，希望编立灾后复建计划，能早互家园恢复安全。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来看新北发生2站警察执勤所来出车祸的事故。新北这边一个警察早暗处理纠纷，有照规定落去警示，要来弄红灯通行，煞甲车相弄卡来登去。也半暝呢，台北同款有警察要执勤，是对派出所出发，要来登wat煞甲客停车相弄，头壳着重伤，今嘛抑阁唔知影人。接到报案，警方紧急出动，徛到路口要wat互轿车大力弄落去，警员连人挂车弄飞几来公尺。机车倒在地上啊，车子前面、轿车前面也是有坏掉啊，人不小啊，可能送到医院了吧。涂骹是脆糊糊的车壳，车祸就伫台北市中山一派出所外口。这群呢四川的警察，12半暝3点外骑警车淡水犁拄出发，青顶外中安东路煞予青顶直直行汽车弄到，头受伤真严重。送病院了后，到达昏迷，要开刀抢救。员警受伤送台大医院救治。自小客驾驶没有受伤，酒测值为0，目前已成案处理中。涉案的40多岁驾驶，驶的是多元计程车，车头嘛是弄甲密密麻麻，但是人无受伤。伊向警方讲无注意到警车外，也无听到声音。那专案详细发生原因，也要等后续调查来厘清。只是案发的几点钟前，新北市也出现小巷的车祸事故。员警途中经过民族路中正路口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风鸣器。为人与横向直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员警腿部骨折送医。同款是赶要处理报案，28岁姓王的警员，在伊暗时8点外，按照规定淡水犁开警示灯，弄红灯直直行，煞甲车相弄，真侪所在是侧伤。小连续2站事故，也互警方的执勤安全搁再引起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香港41号演习今仔日第4天，针对中国西村去一个淡水河口攻击咱台湾的首都圈这种状况咱国军事实践演练。一车真大声音，淡水河口12出现爆破的场面，炸出水花。汉光41号演习第4日，战备等级提升到应急作战。国军无期强军直从淡水河口沿河道侵入到大台北地区，成为对首都圈造成危害。日军53工兵群演练河道阻绝，加强淡水河口的河防防卫。M3葡文桥车路水沿河边有3道防线，分别放希望葡桥、油桶甲葡萄平台结合，体制架正做做决定。过程中，空中无架无人机监测河边动态，岸边有 CM11战车来戒备。淡水河边已经放装满汽油甲炸药的串联汽油桶，花冰西突起艇连续爆破4个不动平台，现场爆出真大声音，引起周围钓客注意。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对啊，会震撼啊。由于淡水河口距离关渡大桥只有约8公里的距离，且到总统府等政经中枢也只有约22公里的距离，因此呢，淡水河口也成为共军突击艇对台发动突袭的热点之一。因此，国军在今年的汉光演习也在这里持续的演练河道阻绝，并首度试爆。针对中共想要进犯首都圈学者观察，为桃园到台北港拢是共军反台定略的节区，所以淡水河口是北台湾的防卫重点之一。国军要阻挡共军的突击船、快艇侵入淡水河水头。那今天如果他同时控制了淡水河口两岸，然后再加上以后的淡江大桥跟关渡大桥的话，那它这2个登陆地点，淡水沙仑跟八里桃园2个登陆地点就可以连成一气，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登陆基地。
国军透过汉空演习加强实战化训练，反制强军威胁。暗过中共继续引起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12查到强机14架，其中超过海峡中线紧急北部加东部空袭9架，结合用南9架，公务船1架绕台，国军严避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一只成军的海马斯德工火箭系统今年礼拜加入汉光演训，伫咧台中操演，要来打击进逼大海的敌军。国军官兵准备好势执行汉光41号实兵演习，来进行的就是海马斯德工火箭系统操演科目。除了演训进前的战略保存，了后阁进行接战射击，也阁有装弹药等等的高强度操演项目，展现部队快速转换阵地、模拟实战的精准打击，才会训练成果。因为它射程比较远，基本射程就有70公里，所以这一次的射击阵地已经推到3线这边，所以具有良好的隐蔽跟掩蔽的效果。海马斯德工火箭系统今年7月才拄伫台中58炮击部成军，也随进行训练，投入汉光41号实兵演习。武器的情形是敌军逼瓦海马斯德工火箭系统来反制，除了伫战时提供快速反应甲高机动性，远程的作战能力也是真厉害，验证部队的应变能力。专家分析，除了展现台美互相信任，也有做伙协防台海。咱选伫台中的58炮击部来部署，也是看中中部的战术位置。向北可以增援6军团，向南则可以增援8军团，射程达到300公里。那么从地图上显示，等于是中国的东部战区，北从福州南到厦门之间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区块。苏指挥也指出，目前已经有29套系统到位，也当甲雷霆2000互相运用，互战略更较有存求，也当有效对敌军进行源头的打击，提升咱方的战略。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未来将扩大到3个连的规模，而这回首次的投入演训不仅凸显我方精实的战力之外呢，同时呢也强化了我方维护台海安全的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林法院昨通过特别条例预算评估，1450亿，要达人发现金1万块，无要补助台电1000亿，也主要是互林爷来批评南北合作，要来反制罢免。我努力好不好？好。国民党系列反恶霸造势活动开始，立委王宏伟12星期上山后晚会，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来收听，佮冲出一波南北合反制罢免。明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民歌演唱会，蒋万安市长还有韩国瑜院长都会来，然后他们都会唱歌，所以下次请黄国昌主席来，因为他也很想。共款伫南北联手之下，立法议会前一日3读通过抗日新台票5450个特别条例，比政府原提版本加1350亿，按过排除报补台电的1000亿，增加破坏现金每人1万。在野党看到了人民在过去这几年不仅税收被超征，而且在物价指数不断升高的情况之下，为了要去让人民的生活能够获得一些疏解，而且能够促进国内内需的经济活动，才提出了这样子的政策。民进党提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也去实际挺罢，将目标对准南北，这笔破坏现金是为了救选情。花子孙的钱举债来救罢免，汐止区是当年民进党礼让黄国昌参选立委的选区，但是黄国昌在这里没有服务，搞得天怒人怨，最终他是真的差点被罢免掉的。所以汐止的乡亲对于罢免不适任的立委是有经验的。行政也提醒，目前台湾防台好发期才多开始，政府要做更加充分的准备。若要压制破坏现金，会扩大国家财政负担，加上台电无得到报补，财务状况无好，电价审议委员会可能决议起电价，一定会对民生产业带来更加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入学分科测验，今仔日第2天，社会组落去考历史、地理、数学1甲公民，公民有22000人报要考，是这4科当中人数上介济。大声喊加油！分科测验的第2天，国校家长奥运会早就准备好势来做考生的靠山。我的小孩已经上岸了啦，
但是我们以家长会的立场，我们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考上他理想的大学。我们就跟他说，就是保持平常心就好了，就作息都按照平常的作息这样子。那可能要注意睡眠要充足。认真看笔记甲参考书，可伤趁入去市场进前，搁拼一个，但是和第一天相比，人是明显减少。在课中心统计，第二天考的历史、地理、数学1甲公民，报考公民科上济有20200多人，历史甲地理分别是18000人甲16000人。头一届考的数学1有共要17000人报考。你哪一科最有把握？这样？应该是公民吧。恢复数语的话，对文组的同学的确是有帮助哈，因为我想就是给他们有另外一个机会。8科全考，没有错生物。但这样不会负担很大吗？就来碰碰运气。在课中心统计，第一届历史无来考的比例是8.49%，比去年7.18%是搁较悬小看。因那历史45题，有考出土的不详、第3把摆放的相片，搁有误写事件了后，原住民对日本人甲汉人的观感调查。地北的所在真多元，开店的运用注重知识，估计整体难度是拄啊好，有适当的鉴别度。会场内试考生是认为考题袂伤挑难，考背地北无伤济，整体难度是中偏简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个月前，印度航空有无人机失事，拢总260人死亡。也航空事故调查局今嘛是公布初步的调查报告，讲这架无人机呢有2个英灵咧加油，也无人机离开地面3秒，加油的开关刷去红切断去，也无人机无动力全下落来。印度民航部下骹的航空事故调查局针对印航177号班机空难所做的初步调查报告，指这架波音787梦幻客机2个引擎的燃油强行，伫第3秒了后马上被切断。驾驶舱通话记录听到一个技师问另外一个技师为什么将燃油切断，这技师回答伊无安尼做，随去燃油开关被切回正确的位置，引擎想要重新启动，毋过9秒了后就传出技师连续呼救。免得的紧急求救信号，塔台控制员马上联络，毋过无回应。无人机失去动力了后，落伫阿莫达巴德机场附近的主题区，机顶241人罹难，地面有19人受牵连死亡。切断燃油，常常拢是无人机已经到机场电机口要关引擎，尤其是拄到某一寡紧急状况才会做的代志。毋过报告当中无显示有任何这方面的紧急需要。这份10部的报告当中无结论，但表示调查还会继续进行。不过真明显将焦点放在技术的行动顶悬。这空难是波音梦幻客机启用以来第一架地面事故。报告指出，正副技师起飞进前健康状况一切正常，有组提出来检验样本也互人满意。这架客机11年机龄，事故发生前1年来有700多摆的飞行。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年第8国际冷船锦标赛有一支真特别的队伍，成员是一群目暗的人。虽然讲无看，毋过因用耳仔听节奏，用身体落去感觉，美暖练习，甲冷船爬起到终点。Attention！ 比亚声一个弹，2025年第8国际白冷船锦标赛正式起鼓。其中一个队伍是特别受人关注，是由视障人士组成的台湾乌龙队，因专工来参加表演赛。这成员大部分拢是头一届来参加，每一个人是感觉真紧张，嘛真欢喜。就很期待又很兴奋。第一届比赛啦，嘛会紧张啊，这是人的迄习惯性啊。虽然是表演赛，不过队员拢真认真的练习。在比赛过程当中，拢靠声音也有分数的感觉来进行。终期尾台湾乌龙队甲冠军差无1秒，摕到第2名。不过对因所有的人来讲，有参与就是已经赢。阮运动评选都是意思是讲，拢甲边乡人共款，咱拢会使参加，所以环境较友善，啊，大家一起民盲一起安尼就较好耍安尼嘛，有这运动评选的意义存在呢。参与白冷船队的视障人士内底，有真侪人平常时都真爱各种的运动，嘛有人介意铁人3项，有的是游水的选手。5月份还佫参加世界壮力运动会比赛。那这一次刚好
很难的就是世壮运又有帕拉的选手，所以我是抱着那种有比赛就多来比。大众对视障者要受刻板的印象，其实因会当独立生活，投入工课场甲运动，透过甲无共人的合作，突破限制，挑战更加侪可能性，抛开障碍束缚，自在生活。记者洪兆祥、吴一修台北报道。来讲，农村水保署这个月有评选全台湾12出彩，真有农村的特色。其中台东关山农会美国学校因的碗公饭摕到银牌。台东关山顶农会美国学校推出碗公饭，特色就是袂当竞菜，菜妈妈煮啥就食啥，用的是在地米、在地生产的食材，一碗大约6出7出的菜，而且每一顿的菜色拢无同，尤其是食甲四叫。真的吃到很乡村、很新鲜的一个食材这样子。这种古早味的碗公饭参加农村水保署举办的第2届记忆当中的倒一味好料评选，因为呈现出早期农业社会做事人伫田里食的大碗公便当，互真侪人想起农村的生活，有庄卡的食食特色。这个月公布得到银牌奖。什么叫做记忆中的那一位？那后来想想，我们的碗公饭可能就是可以当做是那种。因为它以前是一个田间的便当，我们在推崇的是一个食物里程归零的概念哈，它吃的是在地，吃的是回忆，吃的是我们乡村的味道。即马花东唱国的热气球活动已经吸引超过5万人次。关山顶农会希望热热旅游的大轨会当推广碗公饭，互来到花东唱国旅游的民众，唔要烦恼要食啥，得当食到俗个大碗的好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垦丁国家公园内底呢有一搭社顶自然公园，内底的地形甲生态是真丰富，也才会解说完，唔拿出游客了解物种的保育成果，嘛会到记录到维护环境。占地大约129公顷的社顶自然公园，虽然无亲像垦丁森林游乐区遐出名，游客嘛较少，但是伊的自然生态也是真惹人捌，伊有大石甲山谷，而且生态也真多元。在你做生态导览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物种。社顶部落社区是垦丁国家公园第1个发展生态旅游的社区，旅游导览也正做社区创新真好的方式。那个叫黄金蛹啊，这个黄金蛹是表示呢，这种蛹是有毒的蛹。比较漂亮。只要越鲜艳的蛹的颜色来越漂亮，那个都是有毒的。越鲜艳就是一个躲避天敌。社顶的自然景地是丰富又阁有特色，物种也真侪种。有一寡物种是伫大自然靠家己生态，不过有一寡物种亲像玫瑰鹿，都要靠人工来保育，这也互社顶部落社区的发展加一项选择。很多人都坐飞机到日本去看奈良的梅花鹿啊，我们自己本身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富裕这个资源，我们都一直都没有利用到的。我曾经有一次的经验，就看到梅花鹿3只母鹿带着2只小梅花鹿走进我们社区的步道。社顶部落社区导览的行程，唔那只是带游客行行看看的，是用行动来依护甲记录自然生态，互每回都也当伫大自然的环境，甲社顶部落的居民做伙生存，加做南台湾的另外一个仙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热天时啊，大家呢拢会炸一支细支的电风伫咧身躯顶。毋过，这种物件呢，因为小个真快淘汰，所以呢，互人叫做一个快科技商品。这种快科技商品呢，会来造成这个环境污染，因为本数真济。根据统计，干那2024年，全英国就评卖5亿9千万件快科技商品。北极熊是热甲伫边角顶面滚流，海边啊也全拢是人，路上民众是一直会亏损。若那即款的天气以后会阁愈食发生，时间也会阁愈长。未来巴黎可能上高温有40度，比利时甲荷兰的气温也会悬到无正常。若那为着降温，会使看到真侪人手拢摕一只细只的电风，价钱无贵，一只大约是10英镑，无到台票400块。根据调查，英国一工平均卖出19500台的这种手提的电风。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they'll cool you down. They don't, they just push around hot air. That's pretty cool, but I can't really feel the wind on it. 不过因为真少，真侪人用完就淡掉，而且明年的这时阵佫会推出新型的，佫来就是伊无耐用也无好维修，这种互人叫做快科技的产品，
可能致使一场唔捌有的电子垃圾灾难。 What do you do with it afterwards? I mean, it looks trash, so it becomes trash. With the UK heat wave, as we know, it can come and go in a flash, and you won't have wanted to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staying cool. Some of mine I've had since 2023. There's no need to dispose of them after you've used them for one summer. Just pop them away in a cupboard, drawer, whatever, and get them out the next year. 专家讲，这个快科技的电子产品，其实拢有真宝贵的金属材料，亲像铜、金、锂、有阿鲁米等等，拢会当回收搁再利用。另外，根据调查，英国伫2024年到2025年之间，都赚到5.89亿的快科技产品，而且伫2023年赚到数量是4.71亿件，其中有真侪是无用过的红弹条。公司新闻新6倍编译。 下晡波天气变化啥快？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气温资料。北部地区29度至33度，中部地区30度至34度，南部地区30度至34度。 东部这边29度至34度，外岛地区27度至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曹武欣，明仔载港这时间再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第一台。要件就在木屋之中，接受以后听任此人，3天後再見。